咱台湾上早的城池是伫咧1624年荷兰人伫台南所起的安平古堡，这个所在所起的安平城，有人叫做是王城。2024年，台南要来迎接着建城400年，成功大学进行真济王城的考古研究，因最近阁挖出王城西边的外墙甲排水系统，过去历史资料是拢无记录到的，是一个真重要发现。 安平古堡边仔，考古人员伫涂骹2公尺的所在，挖到砖仔壁，这是安伫咧涂骹日日加成的遗迹。我最大的发现是在机场的城外，找到了这个排水道。台南市文资处委托生态进行日日加成的考古，因头摆看到西城外墙甲房厝的基础，上特别的是，阁有排水道，较早的史料拢无记录，从来没有任何学者或研究者知道说。 这个地方有个排水沟，热兰这城是盖在一个沙丘上比较高的地方，照理来讲排水应该没有问题，可是为什么它还是要排水呢？台南还是会下大雨的。1624年，荷兰人来台，伫即卖安平古堡起日来加城，即卖敢若剩古堡内底即堵壁，阁有10几当前挖出来的遗迹。 为着台南建城400年，最近2冬，市府甲城大开始日来加城甲附近台湾市镇的调查，因根据这份伫荷兰找到的地质册甲现代地质图特图，描绘出规个城堡的范围。伫石门国小，迄遐挖2个所在，嘛有伫检西埕，挖一个所在，其实拢有一寡发现一寡清朝时阵，包括一寡海岸边的一寡构造物的一寡痕迹。 负责的刘义昌教授希望把这一段一段的遗迹接起来，了解日兰城城确实的位置，刷落来伫岛边后园，因为这座城是台湾历史发展的关键。我们现在是一个以世界贸易体系作为我们生活条件的国家，那我们是怎么样走入这个世界贸易体系的呢？那基本上这里是第一步。 文资处拄摕到中央505万的经费，打算要伫北平外墙挖落去，继续这个计划调查，让民众更加了解日来城城的历史甲故事。记者陈家文、罗伟做台南报道。